好，但是我的跌倒。好，不要，还好，好，走到车就好。没事，不要自己跌倒自己就好。不会。好了，下次钥匙借拔。我真的没有那个。阿姨，你上班那个记得要拔钥匙啊。是。那你停在那边干嘛？我睡惯了。那接获报案说有民众机车失窃了，我就赶紧根据最后的监视器去现场查看，发现刚好窃嫌骑车出来嘛，然后我就赶紧上前追击，并呼叫那个南看所所内的同事一起动员拦截围捕他嘛。然后之后我们也成功的追回被害人的车子及成功知道窃嫌是谁啊。被害人非常感谢我们大力相助，并深情的拥抱了我这样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这是警察应该做的本事这样子。一位平素靠打零工为生的妇人因为一时疏忽忘记将钥匙取下，所以导致机车遭窃。那他绝望的到本所来报案本所立即调阅沿途相关监视器，并成立专案小组，于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逮获了犯嫌，并成功的寻回机车。那当这名妇人接获本所通知的时候，原本认为绝望已经没有办法找回的机车被找到，居然完好无缺的出现在他面前就是一时间喜极而泣，并拥抱本所远景痛哭那芦竹分局在此呼吁，那钥匙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收好，并加装适当的防盗措施，避免小小忌余。